尋秦記電影票房破8700萬，打入歷年香港電影港澳票房第4位。2026年開年港圈影視圈就有大件好消息到，由古天樂、林峰、孫軒、郭羨妮同滕麗名原班人馬領銜主演嘅港產電影《尋秦記》上映咗1個多月，票房一路高企，截至2月4號，港澳地區累積票房正式衝破8700萬港元，錄得8746萬4735港元嘅亮眼成績，成功打入歷年香港電影港澳票房排行榜第4位。呢個成績直接成為2026年港片市場嘅開門紅，仲再一次印證咗經典港 IP 嘅商業生命力。而隨住套夫即將喺世界各地陸續上映，業內同影迷都一致睇好呢部夫，絕對有機會喺港澳市場做到票房破億嘅全新突破。作為港圈無人不知嘅經典 IP，《尋秦記》票房爆起絕對唔係偶然，背後係跨越25年嘅情懷沉澱同紮實嘅觀眾基礎。2001年 TVB 版《尋秦記》首播，呢部由古天樂主演嘅古裝穿越科幻劇，直接成為港劇穿越題材嘅開山鼻祖。唔單止攞咗1週刊電視大獎10大電視節目第1位，豆瓣仲攞到8.5分嘅高口碑，多年來一直穩坐經典港劇榜前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呢部亦都係古天樂喺 TVB 嘅最後一部作品，佢飾演嘅項少龍成為一代觀眾嘅青春回憶，而林峰、郭羨妮、滕麗名等演員亦都靠呢部夫嶄露頭角，奠定咗喺港圈嘅演藝地位。25年以來，《尋秦記》早就超越咗一部影視作品嘅範疇，成為80後、90後觀眾嘅集體回憶，仲係香港影視黃金時代嘅標誌性作品。呢份刻喺港圈觀眾心入面嘅情懷，亦都為電影版嘅票房爆發埋下咗最紮實嘅伏線。2026年元旦，《尋秦記》電影版正式登陸港澳院線，啱啱撞到跨年檔同春節檔預熱嘅電影市場黃金期，套夫一上映就掀起全網觀影熱潮，直接點燃咗港澳地區嘅觀影熱情。上映首日，港澳各大院線都俾咗高排片率，多間影院連續出現滿座嘅盛況。首日票房輕鬆衝破100萬港元，毫無懸念攞咗當日港澳票房冠軍。上映首周，套戲票房仲直接衝破3000萬港元，原班人馬回歸呢個核心賣點，精準戳中觀眾嘅情懷。唔少影迷直言，入影院唔單止係睇一部新戲，更係赴一場跨越25年嘅青春之約，為自己嘅童年同青春買單。就算套夫喺口碑上有讚有彈，內地豆瓣評分得6.5分。部分觀眾覺得劇情同劇版氣質有脫節，但喺港澳市場，套夫靠住濃郁嘅港味風格、熟悉嘅演員陣容同對經典嘅致敬，攞到本土觀眾嘅高度認可。呢亦都係票房可以持續高企嘅關鍵原因。從票房走勢睇，《尋秦記》電影版展現出港片好少有嘅獎尾效應，打破咗唔少夫首周票房衝高之後就快速下滑嘅魔咒。首周票房爆起之後，套夫嘅票房收入依然保持穩定，工作日場均票房維持喺唔錯嘅水平，周末仲每次都迎來觀影高峰，家庭觀眾、好友結伴、資深港劇迷成為影院嘅主流觀影人群。分析票房構成就知道，30歲以上嘅中年觀眾係呢部夫嘅票房主力軍，呢部分觀眾正正係劇版《尋秦記》嘅核心粉絲，對呢個 IP 有住深厚嘅情感聯結。同時，唔少年輕觀眾因為對經典港 IP 嘅好奇，同埋對古天樂、林峰等港圈藝人嘅喜愛，亦都紛紛入影院撐票房，形成咗老粉撐場、新粉圍觀嘅獨特觀影格局。而港澳地區各大院線嘅持續撐場亦都功不可沒，多間影院根據觀眾嘅觀影需求，不斷加開場次，部分影院仲特意推出《尋秦記》經典重影場，進一步推動套夫嘅票房增長。今次《尋秦記》電影版打入歷年香港電影港澳票房第4位，呢個成績嘅含金量遠超過數字本身，更喺港片行業發展受阻嘅而家，俾港片從業者打咗一劑強心針。回顧香港電影嘅票房發展史，以前嘅票房經典大多誕生喺港片嘅黃金時代，周星馳、成龍等巨星嘅作品稱霸市場功夫，少林足球等夫創下嘅票房紀錄，成為港片黃金時代嘅標誌。而而家嘅港片市場正面臨住製作成本上升、投資環境收緊、觀眾審美多元化嘅多重挑戰。古天樂之前喺採訪中就透露過，
而家香港電影面臨住冇人投資嘅困境，佢自己更係帶頭減片酬，同一眾港片從業者共度難關。尋秦記電影版鬆籌備到拍攝，一路都幾多波折，最終可以攞到咁亮眼嘅成績，唔單止證明咗經典港 IP 嘅商業價值，更彰顯咗港片喺本土市場嘅強大生命力。為咗答謝港澳觀眾一路以來嘅支持，同時為即將率先喺香港院線上映嘅《尋秦記 Plus 加多元宇宙版》預熱，電影團隊特意推出限時重磅回歸活動。消息一公布，就再次點燃咗觀眾嘅觀影熱情，亦都令套夫嘅票房熱度再上一層樓。今次回歸活動嘅時間定喺2月6號到2月10號，為期5日，啱啱覆蓋春節前嘅觀影小高峰。活動規則簡單直接，凡喺活動期間喺香港任何一間影院買《尋秦記》原版敷飛嘅觀眾，都可以免費攞到一張《尋秦記 Plus 加多元宇宙版》嘅半價優惠券。優惠券一共有10000張，先到先得，送完就冇。呢個福利直接帶動咗原版敷嘅購票量。據香港多間院線透露，活動消息公布後，嚟買《尋秦記》原版敷飛嘅觀眾人數大幅增加，唔少影迷都係為咗多元宇宙版嘅半價優惠券先嚟，為多元宇宙版嘅上映提前積累咗超高人氣。電影團隊推出嘅福利仲唔止半價優惠券，仲有極具收藏價值嘅限量周邊加持，直接將影迷嘅期待值拉滿。當《尋秦記 Plus 加多元宇宙版》正式登陸香港院線之後，觀眾憑今次活動攞到嘅半價優惠券，唔單止可以喺香港任何一間影院半價買一張多元宇宙版嘅正價敷飛，仲可以免費換一張項小龍穿越電子簽名版限量紀念敷飛。呢款紀念敷飛設計精緻，印住古天樂親筆書寫，以經典角色項少龍名義呈現嘅簽名字樣，將角色情懷同演員嘅誠意完美結合。對《尋秦記》嘅資深粉絲來講，絕對係極具收藏意義嘅珍貴周邊。據悉，呢款限量紀念敷飛嘅數量同優惠券掛鈎，同樣用先到先得嘅方式。呢個設定亦都令唔少影迷直呼一定要衝，為多元宇宙版嘅票房表現提前傳夠熱度。一年嘅經典劇版，到2026年票房一路高企嘅電影版，《尋秦記》呢個 IP 跨越25年依然可以攞到觀眾嘅喜愛，背後係觀眾對經典港劇嘅懷念，更係港片文化嘅傳承同延續。今次《尋秦記》電影版喺港澳市場取得嘅亮眼成績，唔單止係一部作品嘅成功，更係港片生命力嘅最佳體現。喺港片行業面臨多重挑戰嘅而家，古天樂等港片從業者用實際行動證明，只要堅守初心，用心打磨作品，經典港 IP 依然可以綻放新嘅魅力，港片依然可以攞到觀眾嘅認可。將來隨住《尋秦記 Plus 加多元宇宙版》同加長版嘅陸續上映，呢個經典港 IP 仲會繼續為觀眾帶來新嘅驚喜，而影迷亦都期待住可以喺銀幕上見到更多項小龍嘅傳奇故事。同時，大家亦都更期待以《尋秦記》為代表嘅港片，可以喺傳承本土特色嘅同時，不斷探索創新，為觀眾帶來更多優秀嘅作品，令港片呢個獨特嘅文化符號喺新時代繼續綻放光彩。而古天樂等一眾港片從業者嘅堅持同努力，亦都令港片行業見到新嘅希望。相信喺佢哋嘅推動下，香港電影可以走出而家嘅困境，再創屬於港片嘅新輝煌。